创世纪第27章，以撒祝福雅各。以撒年老，目睭花，袂看见，就叫伊的大囝以扫来，甲伊讲：“我的囝啊！”伊应讲：“我伫遮。”以撒讲：“我真老啦，毋知倒一日要死。但举你拍蜡的家私，就是糋地甲羹，去野地甲我拍蜡。照我爱的口味煮来互我食，互我伫还未死以前，甲你祝福。”利百加有听到以撒对伊的囝以扫讲的话，以扫出去野地拍蜡，要带蜡物倒来。利百加对伊的囝雅各讲：“我有听到恁老爸甲你的兄哥以扫讲，你去掠蜡物倒来，煮互好食，芳来互我。我要伫还未死以前，伫上主的面前甲你祝福。但我的囝，你着听我的话，照我甲你讲的去做。你去羊群遐掠2只肥的山羊仔囝来，我要照恁老爸喜意的口味煮互伊食。你芳去互恁老爸食，通互伊伫还未死以前甲你祝福。”雅各对伊的老母利百加讲：“毋过我的兄哥以扫身躯有毛，我的皮肤光骨，我的老爸若摸着我，会知我得甲伊骗。我毋若袂当得到伊的祝福，颠倒受伊咒诅。”伊的老母讲：“我的囝啊，你若受咒诅，我来承担。做你听我的话，去掠羊仔来互我。”雅各就去掠羊仔来互伊的老母，伊的老母就照伊的老爸喜意的口味料理。利百加阁请大囝以扫收伫厝内上好的衫，互伊的细汉囝雅各穿。伊阁用山羊仔的皮包雅各的手甲颔棍光骨的所在，然后将伊煮的料理甲饼交互伊的囝雅各。雅各去因老爸遐讲：“阿爸。”以撒讲：“我伫遮。我的囝，你是倒一个？”雅各对伊的老爸讲：“我是你的大囝以扫，我已经照你吩咐的去做，请起来坐，食我拍着的蜡物，食饱通甲我祝福。”以撒对伊的囝讲：“我的囝，你若会遮紧就拍着。”雅各应讲：“因为上主你的上帝互我真好运。”以撒甲雅各讲：“我的囝，行较我来，我要望你，看你检真正是我的囝以扫。”雅各就挖滚伊的老爸以撒，以撒就望伊讲：“声是雅各的声，手是以扫的手。”以撒分袂清楚，因为雅各的手有毛，亲像伊的兄哥以扫，就甲伊祝福，佮讲：“你检真正是我的囝以扫。”雅各讲：“我是。”以撒讲：“你拍着的蜡物芳来互我食，我通甲你祝福。”雅各就芳互伊食，佮摕酒互伊啉。伊的老爸以撒对伊讲：“我的囝，我来甲我斟。”雅各就进前斟伊的老爸。伊的老爸闻着伊的衫的味，就甲伊祝福讲：“我的囝的味，亲像上主赐福的田园的味。愿上帝赏赐你天顶的甘露，互你的土地肥水，五谷甲新酒真多。愿万民服侍你，列国跪拜你。愿你统治你的兄弟，你的老母的囝跪拜你。咒诅你的受咒诅，祝福你的受祝福。”以扫求以撒祝福。以撒甲雅各祝福了。雅各对伊的老爸以撒遐出来的时，伊的兄哥以扫拄拄拍蜡倒来，伊嘛煮好食的料理，芳来互伊的老爸讲：“阿爸，请起来食囝拍着的蜡物，食饱通甲我祝福。”
伊的老爸以撒甲伊讲：“你是甚物人？”伊讲：“我是你的大囝以撒。”以撒大惊，皮皮喘，讲：“拄则迄个是啥人？迄个人伫你还未来以前，芳腊物互我食，我食了就甲伊祝福，伊一定会得到福气。”以扫一个听到老爸话，开声叫苦大哭，对伊的老爸讲：“阿爸，你嘛着甲我祝福。”以撒讲：“你的小弟已经用开价抢你的福分。”以扫讲：“伊叫做雅各，兼毋是真合，伊骗我2遍，抢我大囝的名分，即遍阁抢我的福分。”以扫阁讲：“你兼无阁有甚物通甲我祝福？”以撒应以扫讲：“我已经设立伊做你的主，互伊的亲族服侍伊，阁用5谷新酒养饲伊。我的囝，我也袂当甲你做甚物。”以扫甲伊的老爸讲：“阿爸，你的祝福减简单一种。阿爸，你嘛得甲我祝福。”以扫开声大哭，伊的老爸以撒应伊讲：“你无肥水的土地通徛起，嘛无天顶的甘露通润得。你要倚靠刀剑度我，阁要服侍你的小弟。到你强盛的日，要对你的颔棍害掉伊的担。”以扫因为雅各得到老爸祝福，就怨恨雅各。心内想，阮老爸得要过身，等丧事办了，我要杀死我的小弟雅各。有人将大囝以扫的计划甲利百加讲，利百加就找人去叫伊的细汉囝雅各来，甲伊讲：“恁兄哥以扫要杀你，消伊的怨恨，但我的囝，着听我的话。赶紧走去合兰恁阿舅拉班遐，甲伊住一段时间，听候恁兄哥的受气消。到恁兄哥受气煞，袂记得你对伊所做的代志，迄时我才找人去带你倒来。我若着一日内失去2个囝。”雅各逃走去挖拉班，利百加对以撒讲：“我因为以扫带这2个赫人的查某囝，活甲真艰苦。雅各若阁带这所在赫人的查某囡仔，我活得有啥意思？”